不動心。六祖慧能大師得到五祖弘忍大師嘅傳法同埋衣缽之後，一路南行嚟到廣東。佢經過一間寺廟，呢間寺廟呢正舉行法會。咁兩個出家人呢係準備升上莊嚴壇場用嘅銅幡。當五色嘅銅幡升空嘅時候，迎風飄動。兩位出家人睇住飄動嘅幡布，竟然議論紛紛。一個就話：今日個風好大，風將幡都吹動咗。咁另一個呢就有唔同嘅睇法咯。明明係幡動，邊度係風動呢？於是呢，兩個人各執己見，一個話風動，一個話幡動。慧能大師聽到佢哋爭論嘅內容，就指住喺風中飄揚嘅銅幡，大笑咁講：兩位仁者啊，唔係風動，唔係幡動，係你哋嘅心動。天下本無事，庸人自擾之。由於我哋嘅分別、妄想，不明白諸法實相，議論人事嘅美醜長短，而引致我哋自我惶惶不安，陶冶是非煩惱嘅塵埃。風動、幡動，其實猶如世間嘅外境，任佢四處飄動。只要我哋有一個不動嘅心，不生是非分別嘅夢想，不起憎愛怨親嘅顛倒，當下正入清淨圓滿嘅法界。心就好似工廠一樣，係有嚴格嘅規管。正常嘅作業流程，良好嘅環保觀念，必定能夠製造上好嘅產品。反而壞咗嘅工廠，不斷製造污水黑煙嘅污染，係令到人哋厭惡嘅。喺生活裏邊，擁有一個經過規管嘅不動嘅心，冇是非嘅污水，冇煩惱嘅黑煙，如此清淨，人人先喜歡接近你。不動嘅心，令到我哋安穩如山，明淨如水，悠閒如雲，自在如風。不動嘅心係時時與佛同在嘅。